草木林立，古雅專長，詩影交疊，莊嚴威武。我就喺咁樣一個地方出世㗎，一個舞獅世家。舞獅係我哋當地嘅一項民間藝術。呢位係我嘅爺爺，佢係我哋當地最出名嘅舞獅師傅啊！我呢，從細就係俾爺爺要求學獅㗎，但係呢，我一直唔明啊，我點解一定要學呢個嘢啊？好長時間我都喺度同佢鬥智鬥勇，諗辦法逃避無味枯燥嘅訓練。我最中意做嘅嘢就係喺訓練嘅時候靜雞雞返屋企瞓覺。不過通常咁樣做，下場都會好慘㗎。我屋企後院有一個老獅頭，一直都好吸引我。有一日，我好奇咁摸咗摸嗰粒獅頭，諗唔到有一隻獅靈竟然從入面跳咗出嚟喎。據佢所講，佢從我哋家族誕生之際就一直守護喺呢度。隨後佢就帶我見證咗一番一切嘅起源。話說從前有一隻叫瘟嘅怪獸，佢所到之處疫病橫生，屍橫遍野。危難之際，一隻巨獅突然間出現，佢聯合我嘅祖先，運用佢哋嘅靈力，幫助大家趕走咗瘟。從此以後，我嘅祖先就開始同獅靈一齊守護呢一方天地。為咗留住獅靈之力，舞獅就誕生啦。民眾就唔使日日提心吊膽，世間充滿祥和同美好。從嗰日之後，我先意識到爺爺點解要逼住我學舞獅。可能從一開始學習舞獅保衛群眾就係我要承擔嘅使命。